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老人到對嚟邊咧學緊嘅節目，見到咩咧？真正嚇？哎呀，未見到 offline 有個，冇呢。OK，再來一個。Have you resorted to stills now? 嚟，擼掉嘅人歡迎，擼掉嘅人歡迎，sorry，未記開嚟。但係咧，當見其實呢個即係禮拜呢，往就是有頭毛嘅人唔講，冇頭毛嘅人唔講，我咪講做頭毛，咪講係頭毛嘅物件。喲，我嘅笑呢，我最近吹咗一項新嘅物件，叫做頭毛白粉。啊，如果看我頭毛咧碰，所以嚟，做 shampoo 下，不是 shampoo 嚟，是係 product 係頭毛長會好係。嚟，咱嚟講正。你見就是呢種啊，伊個人啊，嗬，有真正濟頭毛到樓頂嘅啲見嘅。你是講會食？你見頭毛實嘅人。Hello， 我唔知啊。我這邊人頭毛紮了嘅了，搞少人嘅了。我頭毛冇紮哈，就講 please。伊會嗲頭毛紮嘛？伊會唔是多隻頭？阿爹就紮淡薄。自賣毛咪紮。伊成個我做邊啊？愛嗲。我這邊開嚟看啫。你冇見食目尖啊？你加看啊！我加。你加開我加看。哦，來，毛毛菇嚟。哇，需要咩？來，唔要緊，當我對嘢時，我知毛毛菇吹。嘢我愛。咩？你知？浪嘢咪講咧，借啊，浪上條 studio manager 試秒快都買來了。就是 studio manager。豆嘢咯。哦，豆嘅，我豆嘅 computer 冇電。我豆嘢係分都冇電啦，上 sensitive 買來啊啦。阿咪小郎講條魚娃娃樹啊？我唔知啦，只能講頭毛啦，我講係。哦，講就做頭毛嘅樹。誒，嗱我咪啦。豆嘅 V V 娃娃啦。嚟 update 啲。十個情侶。我同你講，就係娃娃是困啦，而家條笑啊。啊啦。嚟啦，講者啦，冇人聽到，咱幾人聽嚟嘛？幾人聽？十個情人。啊！就是話啦，冇啦，頂陣往衝地嘅時候，你只驚，豆嘅只驚魚娃娃嘛，所以我是衝地嗰人。所以 OK，嚟，當叫我俾講毛，我俾講嚟頭毛，頭毛呀，我俾再講兩正住，頂到冇毛嘅人，攏有毛嘅事。係用 hair product 啊，要做頭毛時，或者是洗咧，還是攞嚟拔膏啦，還是啥物？我俾講細行講個大行。做唔成，我識補充嘢哦。係使補。即係黑菇毛都見無毛人，我愛講用嘅 product 係啥啊？你靠用嘟嘅咋，冇得攞條書啊。OK。你頭前嘟咧，嘟一聲啦。咱 OK， 咱細漢嘅時即係 product 是第一出名嘛 ，F 嘟個咪。嚇！等陣我想下 F 嘟唔係聽過喎。F 嘟。F 嘟是嘟係咪？ follow 嘟咯。F 嘟。F follow 嘟啦。啊 follow 嘟啊 ，follow 嘟。你就能講話你 F 嘟。你是講咪嘟嘟咪哦？你講 follow 嘟啦。冇啡，垃圾啲南面做緊都冇得快活啊！嘟嘟咪啊！做緊垃圾啲南面做緊啊！哎呦，被哦，垃圾是對嘟嘟咪啊！係同佢就嘟嘟咪了。你就是哎呦，毛毛菇都含面了，再講 F 嘟。我唔敢講㗎了，冇 F 嘅字好了啦。你咪是嘟嘟咪咯。嘟嘟咪咯，就叫你是俾 F 嘟啊？錯咯，就叫你人講 follow 嘟咪數。嘟嘟咪啊，嘟嘟咪。แล้ว定到 separate 用嘅 ，OK， 一罐 conditioner， ก็一罐shampoo 咯，แล้วเดียว用แล้วกูจะ啦定到尾就是2 liter 佢大罐嘅嘛，大支嘅嘛。你用 conditioner 啦，嗰日用 shampoo。冇唔是，即
买那衰啦，个较 worse 个，我甲你讲。你今日食，你今日食泡茶啊？唔是，你係泡仔可能shampoo好了，แล้ว conditioner 未曉用嘛，就冇用我嘛對啦。แล้ว我想講 conditioner 就是薄咧面洗掉，咧薄咧就去ทัดแฉะ哦，嚇咧A conditioner 就掉啲頭皮紙，แล้วมันจะเ啊，你看。油นะ咯。冇喎，伊打咧定義嘅喎。哇！我頭一刀就係講嗰啲先打咧定嘅啫。嚇，換咧伊打咧定義嘅喎。當金有只leave in conditioner 啦，當金興。是咯。你用貴，陣洗頭毛貴嘅時候，你 advance 啊，你應該嘟你就請你個掉。對咯，你去做嘢 R&D 嘅啊，咁講。R&D 掉。咁咩嘅嘢你？conditioner กูbằng用嘅就。嚇？把哦。conditioner กู他用bằng嘅。哦，那咪塑膠啊，塑膠。就咪 PCC 用啊。拍住咯，塑膠咯。冇講。哦。拍你 conditioner 用，你 condition 你唔是用 lotion 呢？你是講到最勁嘅事。你唔是用 body lotion 嘅啊？你那是用 shampoo 嘅事哦。用 shampoo 嘅事。哎呀，你用 shampoo 過後清過後濕哎呦，拍照情人講你我唔是拍照情過嘅，是自己做 conditioner 咩？就等時候辦咗個嘢就笑嘢。แล้ว冇咧嘛，แล้ว佢เอาแล้วตัวสีว่าอีกที天。ไม่ละวันละไม่潮啦，潮啦未講咧。OK，來。然後個一個我秒，我未票。等陣。OK。當今是幫過，是有可能有隻隻新嘅聽眾，到啲Astro Shop 明來，到啲咧海基線大人，嗱把佢線來，但是下個走過來嘢，當破打，伊是愛得下走，伊是愛得破打咧，還是英文就是其實個聽變得好緊啦，攞獎咧。伊人個價照價幾千啦，到變唔是15,150千啊。係啦，我唔會150千。邊啲我感覺到，邊啲會聽，邊啲學見嘅人數，發生數只少呢嘛？邊啲有幾million人啊？2 million、3 million 喎，冇2 million 喎。population 嘅嘅嘅啦，應該係1嘅。我哋是講1% of the million 就係。10千咯，8千，1萬啦，10千咯，10千啦，1%啊，1%就10千啦，10%是就10千，10千。10千啊，10%啊，10萬啊，10千啦冇1%啊，10% 是18千，18千是10%，1% 是10千，10千1萬啦，OK，1萬人，但嘛冇夠咯，咱冇夠1萬人㗎嘛，咱貴咧馬來西亞7千幾人，that means 咱檳城嘅人咁是隔了檳城嘅人嘛。所以咱就要做較濟工課互檳城嘅人聽，咱嘅goal咧，就是要到1萬人檳城嘅人收聽咱嘅節目。是咩咯？了冇個叫去外口定，你就要去介紹咯。嗱，咱當今7千人介紹一人帶一人來，14千㗎嘛。來，咁樣去介紹。做 money game 喎。冇啦，我當然做咧。money game 輸。money game 係咩嚟？是標會嚇。小路很叫咯，直直招人嘅咯。標會啊。招人啊！你學類接片啊！你冇 product 字啊！咋？你是假類嚟招人嘅白人嘅類。哦，成個標會呢 ？US 有 money game 有 US。有咩？我唔知，我未曉。至少 direction 咧，特別冇 product 嘅啦。伊冇物件賣咯誒，伊是假類。Triangle。哦 ，triangle scheme。Ponzi 啦 ，Ponzi。OK，來接落去講。
大粒頭。廣告係死人，有影是廣告係死人。有一個 brand 我未記啊，應該是 M 嘟的啦嚇 ，M 嘟的。有一間一 bottle 罐是 transparent 嘅，然後有青色嘅，然後有一間查某格頓嘅查某啲內面 shampoo 掉嘅 sticker。M 嘟什麼？我未記得喎 ，M Marriott 啊 ，Marriott 啊。嚇，後面飄嚟。青色嘅，伊 liquid 是青色嘅，然後真胖嘅，然後伊 sticker 有一個查某，然後有膠。哦，對啦，只壞。點冇對，點冇對。哦。嚇，係咪 brand 啊？我未記啊，伊味真胖嘅。我知，透明嘅罐。對，透明罐，伊頭一刀用車，都兼車冇人用嘅，睇見車嘅係食飯話嘢。Oh no！แล้ว廣告係死人啦，就是咯。แล้ว我頂估我水池是長嘅嘛，頂估舊厝嘅水池是長嘅。แล้ว水就放可以滿，成沓沓嚟嚟看。แล้ว就做個頭毛是 bubble 個了咯，แล้วที่入面燒水。都對啦。嚇，對依啲邊搖水，แล้ว4-8點鐘頭毛變嚟看。你變你個啦佢。哦，所以就叫你唔是愛甲 follow 嘟嘢類，你是愛隨隻車，特別車就多去了。冇睇嘢咯，但係冇寫面對。你頭毛影響到哦。冇呀。唔知啦，冇呀啦，應該是冇呀啦，冇呀啦。唔卡古不冇啊。我要喺啲殺咯，愛病個，吹甲吹掉個。啊，你可能冇想咯，你บวช啲，ไม่บวชวิ่งมีน。就是บวช錯แล้ว，陣時都未發。特別好像你爸有無毛？我老爸有頭毛嘅喎，真係喎，有頭毛嘅喎。哦，你夾住咪夾住大樣時你買唔知哆來咪咯，特別應該是大媽都講嘅 home secret， 應該是3-8單橋嘅咯，唔知是唔是？3-8特別冇啦。你3-8單嘅我是冇準備啦。你兄弟啊？冇。哦，所以唔知啦。隔了實嘅，隔了用實嘅就係嘛，澳洲邊啲咩？澳洲本無頂到冇毛，點用咧 M 嘟了實冇毛呀？冇毛。用咩 M 嘟，我係咪嘟冇用 ？OK。你就係幾回去冇毛？唔知咯，成個是 from 幾期咯 from 幾期咯，唔知是 from 5幾，冇，先是 from 5幾後。我想係是 start from 2人叫我冇得咧。哦 ，from 2你都冇毛啦。嗯。อันนี้是 genetic 嘅啦，就是。是咪就是係呢？是咯，擼蕉，啊，擼蕉，哦，直接煲下。是看啲頭毛蕉，哇，激線嘅，使唔去放勁好？我本會哦，那是個哇。擼埋講話，是話可能是話無毛我本好。我邊啊，我人無水啊，是靠頭毛，但冇人 distract 啫。我無毛時我冇通 distract 啊，我特別清體無。做姐，我講件物件，紅險我笑啲，哋講講隔壁個頭毛無地帶，會使無？會使去補攞啫。你會記你會變靚嗰啲咪固定冇？會記冇嘢。冇嘢啫。嚇！你有去到去邊呢？因為迄個3間店啊，是4間店啊，咁啦，愛唔知別人買，迄個是愛徛倒過做別項物件啫。所以迄邊有一間是，迄邊有一間賣 Hi-Fi 賣electrical 嘅嘛。然後有一間是賣基本嘅，迄規排無個了迄度啫。John 你咪個店搬去 Lorong Selamat。哦 ，Lorong Selamat。Lorong Selamat 是。唔是 Lorong。加平安呢？唔是 Lorong Selamat。Bahari Road, I think. 剛才啊，我有試他是叫佢馬講啊，未記啊，咁每個對。你咁講講。搬去啊，冇走，冇看。冇看過啦，你是搬走去北位呢。平安咧，就是講平安，老人家。Selamat lah, 平安咯。喺度機就平安機。去吹機咯呀。แล้ว OK 嚟。我未諗細漢嘅時，我咪全部細漢時。這時個濟人咪是用，那嘟咪嘛唔是咩？John Lorong Selamat 對啊，OK。
咁人用嘟嘟咪咩？我細漢到大唔用shampoo我用沙本嘅。哦，你用幾地沙本嚟洗？一地洗我不用櫃門啊，我用櫃門啊，你車食嘅。了細漢嘅時啊時下股，N哥嘅啊，即係 N 哥啊，睇睇。啊咩叫做咩咧？啊咩啊 parrot 叫做咩講英國咯，英國啦，英國只是上地來哈。哈。古嘅點聲，啊是我媽買好啊，是啊，要在去買咩？咩啊？冇就是垃圾。垃香港啊，即係攞垃圾冰嘅食嘢啊。垃香港啊，垃香港。咪垃香港。垃香港咯。你使講垃嘟啊嘟，แล้ว嘟กับ嘟啦，咩ไม่是嘟，แต่มันก็是咩啊？咩啊？咩是กับ嘟。แล้ว我家己買點先，我就是買英國只咯，有一幫個出名有名係咩啫？伊一個河索啊，即係一個生嘅票，伊是啊，sandalwood 叫做咩澎湃。哦，有一種係，嗰一種老古早嘅沙本係，伊是黃色嘅，是啷知哦？黃色，伊唔是青。啊，古店。唔是赤咧，唔是赤咧。啊，喏好用咯，迄個只好鐵頭嘅迄個。你特地用照家己赤咧，แล้ว你結果別點乜事吐一啲鐵落去咧，是黏得咩咧嚇？啊，迄個皮啊，含水果啊，你啊，我話你係你用啊。啊物件，冇白你講咩？迄個皮啊，一地是好多黏啲邊啊，一地鐵都炒二三半啦。哎呦，做鬆啊！你話你係你處用。你想看咗？好鐵頭。伊是唔是只伊個即個阿解是唔是只好好笑掉這人？是咯。一條條伊個未夠水，伊未浸咗水都未暖。啊！誒嚟，覺得講到呢頭毛我未了過。OK，你講你嘅事。了，個夠時間夠好了，夠放假了，好食了，咱冇鐵頭啦，大放假嘛，好食了，就去家己人嘅厝鐵頭，了家己人嘅厝新婦貴嘛 ，follow 嘟貴嘛，嚇，嘟嘟。了嗬，哇塞，伊叫我入學人嘅嗰些頭毛。我人嘅歌冇扮嘢，我人嘅歌嘛冇扮嘢。攰啊！我人嘅歌客叫做打嘟咗，打嘟掉嚇，誒較扮嘢嗰陣時前啊扮嘢呢，是幾十年才起嘅呢。誒冇估，唔是，冇白，笑誒，一定到是叫嘟機，然後當一般嘟梨。一家是來講啦，一家都幾時變咗嘟拉啊 ，LIE 嘛。我諗先嘅啦，定到做機當見做垃圾。你出去啊，係咪數啦？嘢嘅個，伊講佢嗰陣時啲嗰單嘛，嗰單前啊做嘛嗰陣時。哦，寫了。嚇！你伊講靚，你但係唔知你寫你頭殼靚未流慣，你叫我試看，你有陣時去寫哦，但係去寫哦，寫靚出嚟，哇懷疑咯！嚇！誒，當機送你攞支用自己，冇啊！淡薄呢，定刀淡薄呢，就只是配了嘛。哦，喂，定刀嘅嘢故事，配咩？有啊，你 try 只配，你去 try，寫頭毛，哦，你 try 下得啫。哎呦！所以頭毛等咗錄嘅了去啊！冇必杯，冇必杯不啦？我頭毛用波針，即係講咩？當機都冇學人嘅過一幾 try 係咪貴？啊，冇學人嘅過嘟哩嘛，特別冇想嘛，伊是學人嘅過嘛？伊是啊，伊是。嗱，只係冇你屙咧，伊人冇你屙咧。嗱，出啦，嘟哩，嚟，嚟，後尾嚟寫個係字痕掉，痕掉，唔係叫我個嘟就可以補去，我梗係拍嘅啫。哦，冇，但係啊，我kalau講，要kalau寫啊。even 咱人都加瑞士少咗啫。等人嗰啲瑞士。那嘟啊咩嘟機咁先，是個講迄人學嘛，特別你看手機呢白。對，啊，冇咁水歪名，就是樣嘢咧。
是咯，你行啦，特別橫邊一個國際好多人咧惡人嘅咧。特別冇啊，伊人。伊對到 Michael Jackson 啦，Michael Jackson 白咧對到白。叫咧，就你講是奶嚟咯，是奶嚟。冇料咯，奶。你 Michael Jackson 死喺殺到大氣啊！你我唔講啊，都係輸咯，你輸啊！你夾講 Michael Jackson 死咧，係一個曉呢一邊。突然間曉，做咩是曉誒？明道啊？做咩是係曉啊？冇明白。當今依個歌唔是係一個曉啊？有咩？有面嗎？薄荷薄荷。佢哋面是伊係你曉是講伊講伊古巴隻草嘅啦。伊係你薄荷，伊是講伊 product 係薄荷。哦，伊是垃圾嘅味素誒，伊是垃圾嘅味誒。啊，對垃圾味素。你阿是你買嗰個咖喱麵啊？路人買布料，喂，你哦，人伊是惡人啊，伊是惡人，對我未記。買布料喂，嘟啊！แล้วเซแล้วโอเคว่า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เอาไว้เสียบัตรแล้วเซแล้วแกโกแล้วเบลกินแล้วตัวทำลังคีอีเที่ยวโซลาตัวแล้วเที่ยวแล้วเดี๋ยวกูตู้แล้วก็ไปเอาขึ้นเที่ยงกันไม่เที่ยวลังกันอ่ะพอไอ้ cousin brother อย่าบังอยู่แล้วเดี๋ยว嚟抓อย่าตุ๊ด嚟啲餅抓那個未好事，แล้วแต่ว่า佢ใช้ 咩是阿嘟？哎呦，你只18你又冇估，你咪使講嘅 alphabet 嘅，你講嘅聲，唔是講嘅 alphabet。你聽唔聽冇明？聽唔聽嘅？聽落這裡一個比較講嘅嘟。嘟得咪就叫做嘟得咪？嘟石。รี嘟啊！รี嘟是嘟係咪？嘟石。誒我嘟石。誒我唔知你票喎，我係要小嘟呢。我係要小嘟嘅嘟 dogs 呢。我未曉 redo 喎，是你票嚟。誒，redo 講好嘅名講好嘛？係講 getting rid of 嘟嘛？哦，into。แล้วอาบิสรีล่ะโอเคท่านจะสินจ้าล่ะจุดมาเต้าแต่มาลูสเปรย์บี用嗰啲 hair 頭要點洗頭啊？冇啊，是啊，誒，冇白個表記哦，一轉了嗬，哇，一個廿大啦，個幫小水嘅都爆。我同你講，你這個數出來啦。蘑菇啊，蘑菇。何你 follow 嘟呢？你學 follow 嘟輸嚕啊！你講頭幾公司多大咧？就係輸嚕嘅對呀。垃圾頭啊！我就係要做啊！即係我唔知係輸嚕啊。佢食，佢食講咩？佢食。你講咩？蘑菇啊！你童年該遲慘嘅啫。咯，佢食大陸講，佢食我係頭毛定到水嘅，你係頭毛嘅 ，OK， 我加冬菇嘅頭毛嘅 ，OK， 頭整加阿妹白白 ，OK， 就水嘅。Aaron 嘟嘅頭毛嚇。啊，個胖嘅 ，OK。我講下你結成嘅童年添。結成呢度，我就結成喎。我諗唔正嘅，我叫佢講嘅話，我唔知我潮怪考我嘅結成。即係你下個好了句，我六年級學朋友講嘅老表晒，冇個數啊，加你又聽，先個衰啊，先也衰。我根本都做人多咗掉啊！蘇花啦，蘇花講掉嘢，伊係頭毛嘅 product，咁啦，蘇花唔是係頭毛嘅物件嚟。跟他只行了，你跟他只行了，你是係頭毛嘅。跟他只行，你 conditioner 係唔掉了。係啦，conditioner 係唔掉啦，等膠嚟抹。有時着了時係嘅歌啦，確定嘅時佢係幫油啦，佢係拖油，佢係拖油啦，可以拖啦。冇用掉。如果爸爸講童年啊，童年啊，童年。細漢嘅時苗拖啊，細漢嘅時。對，等講你 topic 啊。我寫起來，細漢嘅時。
做囡仔嘅時候，我講佢做囡仔嘛，定到時咯，特別對佢使講人嘅估啊。我感覺毛毛佢講點正嘅啦。冇估咩一點正，伊係講晒筆啊，係個對三對啊，做八地頓啊，超死橋嘅。你 OK，等陣我俾你讀啦，有四頭毛係咩物件？攞薄頭毛油係咩物件咧？攞薄係咩？哎呦，細漢你試地搞咧嘛，為得多。嚇，我有用為得嘟你啊嘛，個四個你是不是你媽？是不是你媽嘅做你隔離膊頭嘅？嚇，我罵啦，我罵。你媽，我媽做我咧 ，after that 啦，咪用嘅主要冇㗎，伊話做 bright 嘟。啊，哎呦，真臭哦！我別打喊bright 嘟你比。Yes，梗要呢，薄咧何時跳都跳未掉。學什麼骨啊？我估咪係跳，估頭咪一直就隔離膊嘅頭先。好，四一頭整個咧 group 起來就了。誒，攏無去巴士馬蘭買膠嘅咩？一包一包嘅。我 describe 俾車食嘅。係要車啦，呢個冰食嘅冰食嘅。啊，冰我買。你係咩名咧？你咩名咧？唔知啊，真是10票嘅咯。10票啦，巴士馬蘭5票嘅，5票嘅，5票嘅。真是有啊，真是5票啊。真是只雜毛嘅頭毛嘅嚇。plastic 掉。哦，依個咧，有隻影嘅頭毛。嚇，掉嚇。你唔是嘟嘟咪嚟啊？我唔是隻影是叫做咩嘟掉。哦，掉。喂嘟喂啦，嘟啦，喂嘟還是嘟啦啦？哎呦，毛毛菇梗係冇用，毛毛菇啊，毛毛菇不要用嘟的，你知道冇？不要用嘟的。那時你可以講，你那時可以哈，你可以一直講 W 嘟了，點乜事？啊是，冇啊，喂啦嘟啊，講出來，毛毛菇是咪冇用？我在聊聊天的股啊，不要用嘟。聊天不要講啊！啊，釣魚有聽不要講。誒，我當今這馬路走出來，唔是馬路隻股啊，走出來都冇插邊一條笑嘅。怎麼佢講不啦真機，可能。不真機。Hello，不啦真機。當今邊咧？邊咧5點幾啊？邊咧5點啊？撒氣啊！讓佢哋食落了，先撒氣食 breakfast。佢哋一樣嘅。嚟講啊，洗頭毛咧，咱講出來用咩 shampoo 係咩漂嘅？先不啦真嘅，你講先細漢時洗頭毛用咩 shampoo？細漢嘅啊，哇雜漂咯！喂個咩啊？我用阿咪啊？你未記啊？你未記講咩漂啦？雜嘅了啦。我看 head and shoulder 啊。哦 ，head and shoulder， and shoulder。head shoulder。head shoulder 冇啦 and shoulder。啊，是 head and shoulder。head and shoulder 咧，我看伊是頭皮是用嘅，同金乜用？啊，對 head and shoulder 啦，有名是頭皮嘅。啊，唔是 new and 嘟嘟啊！嗱，佢再嚟啦，他們 new and 嘟嘟，都嚟哪邊？冇 and trendy。哦，都嚟 trendy。啊，接擺掉啦，掉啊，搞啊！誒，冇，一定到 head and shoulder 講故事呢嘛，伊正瘦，以前學生咧是瘦一隻，伊個 friend 看到哎呦，面做佢呢，仲係瘦。啊，掉。誒，有一看到波，做 head and shoulder 咪你先伊頭毛咧瘦了，你就引導啊嘛，就是那樣袂記啊。我唔知啊，冇印象。瘦，你看伊就引導一邊。Anyway，來講到對，แล้ว火車出用咩？問講 angle 啊，你用 angle 乜啊？洗頭毛。冇啦 ，follow 嘟啦。哦 ，follow 嘟哦，你知道你中啊 ，follow 個你嘟啦，你用上嘅特擺。冇啦，你冇沉嘅，沉嘅。你冇咩嘢用打嘟咗咯？打嘟什麼啊？
哦，對，寫改零，做咩咧？做咩？細卡是用嘟咪嘅，嘟嘟咪啊，即係咱出名就叫嘟嘟咪。一笨字嘛，個大地。对，扮演诺丽的。嗱，你伊個伊 packaging 只驚人嘅，packaging 啊是伊嘟嘟呢字大大嚟字，越嚟越細。对，規支 bottle 一個字嚟。安尼大桶來賣啊，應該是迄個金邦啊，還是倒落位小人經啊，一刀抓個口氣啊，也最強。有沒有啊？你我做邊個咋？但阿家公你用咩？看查某用咩？Yang kami baru nasi kucak. Kucak sih, saya sih. Kucak. 用加工油。Kletut. Oh. Kletut. Kletut situ, namanya kletut. 哇，好嘅人嚟咯。Roll 啊 ，ROLL 啊。ROL。哦。是咧，菜食啦。我知食到。嘟 roll 嚇掉，我知啊，嚇掉 roll。tapi我古早時我用一種係conditioner 了。我未記名咧，日本啊，咧都唔是伊個引起嘅了啊，又冇 import 入來，你知哦。然後冇得用起，哇！咧一個 conditioner 啊，第一號嘅 conditioner 我捌用 in my life。哦，真貴啊！真係以前哦。日本那名啊？日本那名我都未記伊個名是咩？很多呢。很多呢。唔知係咩名？嗰啲 sugar butut。嗰啲talking 出來是 sugar butut。我未曉，伊個冇對啊，伊冇對啊是珊，應該是三個butut個。珊等。冇對嚟講用玻璃啊。plastic 嚟，แล้ว哦，珊或者等啦，管嘅啦，然後伊個 conditioner 是 light blue 嘅，冇結嘅啊，清嘅，冇嗰隻結嘅，特別是用淡薄嘅，嚇你睇冇啊，未杯一時嘅係好嘅。哦，真好啦，冇都冇是冇出，你唔知名咩是幾名？大粒頭，你用咩shampoo先時？我未記咗咯。啷在我shampoo用沒有多少時？我頂到 follow 都冇用過，特別呢我只暑假我一記我細漢用嘅就是嗰個 John Tooth 嘅啊，伊細啊未落白油嘅，伊實係。哎呦，我知 John Tooth and Johnson no more tears。嚇對。John Tooth no more tooth 咯。你本隻胖嘅咯，未事啊！我用啊好，我講聽我看電視機嘛，成日看你 baby 仔長嘢落去，哇！我特啲掉啲死啊，特啲嘢嚟過啊嘛，超！真冇想。我假如講伊人啊，真係好了先呢就，伊人出嘢 shampoo 了哈。After that yang should body lotion tu siang di ko siang flavor 有個了嘅啊。哦。我邊每兩住兩百用過 Well Tooth egg shampoo。嚇 ？Well Tooth egg shampoo。女嘅嚇。你知哦？我同你講啊，我前日細漢嘅事啦。伊拉特佢買下咧 Well Tooth egg shampoo 啊，前日伊是會食嘢咋？啲鬼用啦，我用咧石頭皮咋？哦，打佢哋用一打。我石頭皮，伊唔是打，我 allergic to 伊啦。哇死咯，石 dandruff 啊，用了到尾是就是用未用了啊，話去下咧 Well Tooth，特別伊個 cream 啊，真係好嘅啊，下咧。wet tooth form 真係好嘅，上家出去過呢掟出來啊，伊係真係好嘅，得當見全部掉咗嘅呢。你講嘅這我都見想下，估一個票我中學時用嘅 Schwarztooth。
太 good 啦！我知，trust 我冇乜用過。trust 嘟什麼？嘟什麼？嘟 cough，嘟 cough，我唔捌用過。嘟 cough 啦，嘟 cough 我唔捌聽過話咧片。我冇聽過。有啦。有一幫啲嗰啲貴嘅 hair salon 實嚟咯，樣被真真濟。美國然後我聽過。professional 店間係賣。Tony and 嘟咯。有shampoo，有係咪啊？有hair foam、hair gel，一大堆嘅，有個料嘅，貴嘅食個料。古早我去新加坡買對奶，because 真真貴嘅啊你。嚇，係你貴啲 Malaysia，特別新加坡辦嘢特登去新加坡啊，一年去古早買對奶姐姐。伊片話，伊是愛字啊，刷碌一個後尾是一個查某嘅頭咧，頭毛 Q 長長嘅。對。我嗰筆用過 shampoo 咧是我係班自己買。我係爸嘛，因為我係爸嘛，因為自己做生意。唔是自己教，冇啦，一家會入嚟啲。伊全部廿米粉膠誒。伊自己教會入嚟買，我有一個親戚嚇，伊唔知到底空頭吹，你買一大箱嘅咋？你我那朋友來我厝，買咪全部買一隻香嘅，伊頭一擺我味到隻香嘅是咩？伊是青蘋果嘅shampoo。青蘋果只香，我就係咁用。呢個冇香嘅香味嘅。然後我嘅厝佢就是用青蘋果嘅，我係咁咯青蘋果嘅。誒，當佢個有呀？有啊，呢味啊，我係咁青蘋果。等我頭你看。都叫 papaya 喲。papaya 同經是巴摩嘟。巴摩嘟都唔只股冇聽到名咯。巴摩嘟唔係。燒沙本嘅，有做沙本本嘅，伊講。有伊沙會沙本正嘅咯。哦，係咧，伊是嘅個巴莫嘟呐，這邊 US 叫做。你講講沙本啊？你乜聽佢用自己做嘅，用冷凝做嘅沙本咯？又唔捌。你乜幾年咯？聽過啊？唔捌哦。唔捌聽過。而家會就。用零我知啦，用零做嘅。用冷嘅零啊。人咧我聽過，伊係你成都嘅。伊人厝呢吼，แล้ว我表佢伊有做啊，伊用冷凝做嘅。哦，你呢個就做冷凝嘅？實際冷，伊去帶住嘅。村啊，去帶住住。去帶回去啊，零。哦，嘢，攏有人叫那個仔就安怎好？佢有4點咪就好了。佢有4點出個了啊，人嘅。阿 John， 你看你蘋果嘅 shampoo， 我叫你。OK， 我 call WhatsApp 會啊。我叫你。哦 ，OK。哦。佢哋一個票啦，佢哋一個票，但嘛冇白講嘅。哦，好撚看。會使。哦 ，volume boost。Swash look。我知係你啊，只派塔咧，個只spend 一字亂做擺嘅。刷嘟。了，一路嗰隻人，你路嗰隻人頭嘅對。對咯，看邊啊，看邊啊。看邊啊。嗱，我等看到咯，等佢這個好睇看的。阿 John， 即係叫你買去輸樣樣。Schwarzkopf。一頭用你買頭冇？係咪我買頭啊？有咩冇啦？哦，冇啦。logo。我買做啊！你喺一個嘅時候，80年代是 Afro 嘅，我買 Afro 個，會胖。對，我買都做 Afro 嘅。爆炸針。哇！做 Afro 你冇俾你殺死啦！我自己皮嘅。jam 咩？什麼 ？Afro big。我關係叫查嘅件人。Afro big 對。你講你背嘅胖嘛，冇阿妹裙一邊，就切士官啊，後尾切幾隻格，你就俾殺。樣隻 Afro 樣是對住，樣是唔是對 Ellie Cat 嘅？啊對，我那時應該是攞Ellie Cat 大之成嘅嘛。
啊，對咯，哎呦，哎，啲小講哎，啲大智性咗讀啲嘢大哥，所以第嘅成個只鬧交嘅。你大邊個啊？我唔是讀啲吉隆坡啦，一頭我嗰時 Afro 衫入邊冇冇啦，計波位呢，啦計嘅咗。你變咗 Afro 變咗 Able 而家。條啦，你嗰陣時 day 嘟呀 day 嘟啊。啊，阿咪嘟，嗱，即係佢中意是叫做嘟嘟。伊大哥啦，伊大哥 day 嘟啦，伊名 day 嘟啦。哦，David 啦，啊，嘟啲啦。嗱，講啦，即係你名騰康嘛，冇關係嘛，人講票嘛。誒，你知我細漢嘅時啊，伊人也未出名嘅時啊，伊人大啲位嘛，會出路頭。隔頭邊啊，隔頭徑啊，啲佚佗啲後尾落位啊。你媽住啥子徑？我媽住大啲啊，伊人大啲阿加 road 嘛，啊，伊大啲隔頭徑嘛，我媽是大啲40徑，所以伊人大路頭嘛，我人大啲路中嘛，所以咪是大概細漢嘅時樣啲後尾落佚佗嘅嘛。哦，佢哋點寫樣冇出名個？唔樣啊，馬來西亞啲啲 treasure 都嘅啊，啲是 launch 啲馬來西亞啊，我估咋啲馬來西亞冇聽過呢個 brand 嘅喎。係咪？我食嘅冇對啊 treasure 嘟啊，啊，嘟嘟嗰啲啦，嘟嘟阿咪。treasure 嘟咩冇攞咯，咪講嘟嘟嗰啲咯。嘟妹。哦，嘟嘟妹。我試過對，咱正比較亂嘅，用較亂嘅英國位。特別我啲馬來西亞實看到有啊，佢真冇嘅喎。誒，當我還沒票，想到啲外國看到啊，特別馬來西亞冇嘅哦。啊，阿是樣叫冇上名誒，成個人，哎呀，人那邊有隻票是唔是叫 Redut？啊 ，Joyce 啊 ，Joyce 哇耶，我會啊，正怪我，你要到啲 B 角是邊叫名咋？叫你嘟。long 邊啊，佢是講我未，一直嚟試你嘛，一票。嘟，你我按咗去猜之類嘅。大家我吹咗兩看。我聽你人講聽咁老氣啊！做 spelling 啊，做 spelling 啊，做 spelling 啦，做 spelling 啦。當時就係講，明講啊，咁大啊！Oh my god！你叫做嘟咯，นี่เกี่ยว R to N 哈，你叫嘟 shampoo 啊？啊，對，就叫佢講啊，係咪嘟？Ami tutut. May get 掉。Ami tutut. Ami tutut. 我知你知啊。你知你知了喎。我 forgot。講到太好玩啫。真係啊，真係我未吹過，是唔是掉一秒？我唔知咗咩。猜字啊，人。啊，哦 ，OK， 所以是上 Redut 的票啦啊，特別這邊叫做這個，人看。啊，你冇覺得講嘟嘅啊？嘟咯，PER 嘟。這是到底馬來西亞叫 Redut，這邊叫嘟。哦。我知啊。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มีการเพียวบุษอ่ะแล้วมันสิออยูรันเนาะออยแบบยูรันนะออยแบบยูตุดอ่ะอูเล่sorry แล้วมันเลยเชื่อกี่ออยแบบตุดออโอเล่ตุดออฟโอเล่มันมีก็สิตุดออฟยูรันเฮ้ยบ่มาเลเซียสิตุดออฟยูรัน US สิตุดออฟยูเล่โอเล่
Olay 啊，加英國上咯。啊，對。US Olay 是搖籃，Olay 啊，Olay。啊，嗰隻個全部無地帶，特別真正好嘅，嚇，要隻人自家買來收啲順度嘅。嚇？哦，我知，我知，雪花黑色嘟，黑色林嘟，黑色林嘟。你真是有毒咧。因為我冇係冇叫嘟。因為冇叫呢數。啦，一個特別夠後面啊，啫，一嘟snow 啊，我而家係想。冇都冇。你講過。冇了個零啊。你打嘟應該是用小姐就變病嘅。打嘟，是打嘟。打嘟，我是想笑。嘟你啦。嘟啦。哦。對，誒，你即係考到隻 show，特別有隻質，特別寫對起來。嗱，請你講嘅咧，佢出。喂，我即個做喂 episode 名是叫做，我本來是講做頭毛嘛，我隻 show 名就做嘟嘟，然後我兩聽來聽，你咪再聽個再要做咩？特別我做咩想要講頭毛誒話題就，因為時候我最近冇吹到一個頭毛啊，我頭毛是真正扁嘅，我頭毛真係特別伊只跌啊，所以變咗伊真正扁咧，特別冚住我邊，就我冇時間一擋我邊，所以我特別做，我咪是愛得早起時我就吹頭毛，然後特別hair product 還是 hairspray 可以徛咯，我當然吹就一種嘅啊。伊是粉來着，到底伊是香港人被刀根包的那款粉啊，比是細罐啊，那大罐啊，大住粉啊，啊，香港大住粉那款，然後安尼大罐啊，應該你用大住粉應該乜嘢？然後你三到啲你摩卡嘅，你知道？你三到啲摩卡咧，嚇你嘴時，一變咗徛起來啊，嚇，一邊落喺應該。哦，安尼好咧啊！然後特別你長腋啊時候，一個月女特別。actually 長腋好，我因為用全部嚟洗本好，一本未想講錄嘅了，梗好了喎。然後就有杯，你看成個我咪豆嘅，你愛你頭毛 volumize 排胖嘅。大佬我就見到係，嚟，咪隻豆嘅。阿 John 嚟，學你電麥地址嚟。你愛啊！你係唔佢應該冇有啦。等陣你 send 我看看有嚇，我攞裝定啲。你邊吹條粉啊？我最近啲檳榔我吹條啊，是 get stood 嘅票。哦，我知嘅四票。啊 ，get stood 嘅票啊，一出一招到起碼一做個啥，真正一定係帶個個少年人啦，所以伊罐啊，伊好多 tester 是罐嘅啊。一般有隻食嘢又鵝又青又藍門啊，還是嗰隻冰嘅就未記啊啦哟。你個你講嘅頭毛上擼嘅 style，即種嘅頭毛打法啊，擼有 fit 嘅啦。也好擼個 slick 啊，你阿冇嘢做啦 ，spiky 咪一大堆嘅啫。我去相信你啫，我去買一個鵝來下啫。因為我頭毛 start 長了嘛，in between 你是只看個 manage 嘛。你我去頭前行，我是買鵝嚟食嘅咯。我買鵝嚟食嚟 try 啦，我只下落去啊，我頭毛一支徛起來就鐵定咁嘅啫。你阿仔都講，哎呀，伊就講 spiky 啊嘛，所以買一隻啦，我去買一個是 casual 嘅啦。你講以前係講 casual 嚟 volume， 我想 OK 啦 ，casual volume 可能個碰入邊冇徛咯。你嚟 try 下落去邊是徛咗？你 after that 我過去買個一個我未記咪食嘢啊，就意思講 slick 嘢啦。特別伊硬講啦，係成個 look fit 啦，安尼看你頭毛咧，係 slick 嘢。我去買下落去嗰時徛，咧就見我係 conclusion 係咩咋？佢撈流浪你咋？上嘅了，你冇食嘅事啦。一罐冇上嘅嚇，啊一罐冇上嘅咯。我這問俾人摸，俾人食乜嘢？咩？俾人食？食係徛嘢啊！冇啦，你叫嚟播啦，播係啲，播係啲啊！咪食播緊咩？播緊咩嚇？播緊咩？播緊咩啊？播緊咩？播緊咩？你就播緊你做隻徛起嚟。你徛你就咁徛起嚟咧就啊！你徛起來啊！又是就麼問題？我就係毛毛鬼曬係 condition 啊！哎呦，笑死啦！哎呦，你我做 B，你背你頭毛 volume 買時候，
呀啦，都冇毛了嘛，冇唔知你绑你寫我看啦。係咪？你跟看小英？ไม่看你毛咗啊！哎，路易的。你我看了，我個再看伊用未用啫？伊 volume 係細隻嘛？我頭毛個焦咧個冇 volume 數，所以我得用 wax 後，我個用 hairspray。你是唔是要做喺生？你是唔是要做喺頭毛生蓬蓬？冇，都已經生啦，佢別生啊咪。冇，你是你可以企啊？你成個玩啦，你看到當然看到我呀，你看到一條。哇，刺激咯！做咩？你咪叫佢看嘅頭毛？你看我呀？冇啊，幾看嘅啊？係咯。冇啦，看你啱用啦。阿 John 你嘅講幾單啊？你佢直杯去美國啊，揾你毛咧。我講你聽，我夾頭毛時我燒起來一把叫，你係咪？你是我係頭毛係以前安怎做伊起啊？伊毛卡，你咪係鬼頭，伊頭毛曲個擦擦起咧。但你係伊干那毛卡然後伊毛卡位嚇攝，你知道？所以攝喺做伊頭毛起來個啦。所以伊被變 flat 你知道？就是我買海 flat 咯，我都是得用啊，我買 hair wax 啊，我都用 hairspray。Actually 澳洲邊啊，一樣有賣啊，一種是何電靈 hair 人用一個，伊個 hair 嚇，伊個粉是黑色一個。你伊成做看起來，伊頭毛起來，伊個是白，你頭毛白嘅啊，個較黑淡薄，所以看較濟毛。Actually， 你若是用 hair mousse 係你定嘅啊，one type 嘛，一個Steve 啊，你畫啲你摩卡伊本是像誒，特別哦，無你好咯，我 feel 到我捌 try 過本，我捌 try 過你干那下你 mousse 落啲摩卡嘅，伊無一個powder 然後powder 真正 effective，我頭睇看到嘅時，我真係看到我看 YouTube 嘅時看到我講無可能嘅咋，我就想。因為你無咁運你就我就去 research YouTube 這隻位啊，你有冇看到有人未曉用，你做啲頭毛成個長蓬蓬嘅咧？你有冇講我去 try 看，所以我去買啲罐。叫下咩名啊？你powder Big Sexy Hair。有咩？Big Sexy Hair。冇 Big Sexy 嘟。Sexy Hair。有兩種，一隻是 Big Sexy 嘟嘅，然後另外一是叫做，我未記叫做咩啊？一個是冰嘅，一個是紅嘅。我當然 try 到兩種，人哋一個冰嘅較大罐，伊差唔多上架，但比伊較濟歲，所以我 try 看用。無，伊是上個調根powder咧，就調細罐嘅調根powder。แล้วลูกยาอันนี้กอกอีหุ่นเนี่ยซ้ำลง其實學做หุ่น啊，嚇，成個學做หุ่น啊，嚇咯。就嗱佢食毛嘅時候，你係學做หุ่น啊。你都看，特別你這係頭毛冇，你頭殼冇領冇半嘅啦。你係你就掉嘅時候，伊淡薄領，淡薄你冇看，淡薄領，淡薄。特別貴一隻係 OK 啊。多半幾咧？你吹啊！伊個關係紅色嘅嗬。對。哇！唔知講一罐佢你講啫。冇貴啦，比金差唔多10塊呢，10個塊呢，有店嘅大概有10個塊。做1 gram， 9 gram。真少呢，真少，特別你用是淡薄呢，冇用就係。我第一次看。係你9 gram 嘅2 grams 是£5.95，係你15 grams 是14 pounds 95。應該是import 入嚟美國入嚟英國啊貴咯。嗰另外一個冰，我諗佢講就我去搞啦，諗過係咪？係咪？我看到啦。我做邊講嘢？我個另外一罐，我看到啦。我個另外一罐個我攞罐，我個冇上隻票我未記名名冰嘅。我做邊去 Amazon 有睇地本。有我看到，我冇得到 Amazon 的位。maybe 係 try 先，等係 try 用阿伯嘅何兆歡 try 我先。阿咗你係拎係做用咧係成毛嘅喎，線咯。有啦，做冇。佢仔啊，仔冇。仔毛貴㗎。仔毛貴啊！伊人算嘢真係貴啊！你聽到聽到後邊我講佢就貴。頂個節係你老官唔是講句咩？都仔冇。啊！叫後邊老官掉，自賣老官啊！我做邊大媽你冇講啊！你借大媽喂交價冇，或者有學亂白佬去。
买食我这边这个，我头毛 Q 来，我加咧40啊，sorry。特别有最薄会蛇毛咩？咁我講要啊，什麼？等陣啊，呢個就是有 head thickening 嘅 spray 啊，對 head thickening 嘅 spray 啊，唔知用未用？唉，免啦，知道？免啦，真免啦。你買亂啦，冇估。真免啦，我們手牽你們定擺招人。係啦，member 了啦，sign up 了。係咩嘅？唔係，係咩嘅？講什麼？我準備我叫佢錄 exercise。我準備後生，我準備把20啦。呢啲好犀利啊！學摸聲係咯。嗱，我看到這是 Big Sexy 嘅多棍。看到了，10個 gram 嘅下是哦。10個 gram 嘅掉，幾多？10個半。10個 gram 只變14塊90個，14磅90。哎呦，冇啦，10個 gram 即係阿媽嘟賣11塊，阿媽嘟賣11塊99。點咩？on 阿 sale 媽嘟10個 gram 嘅。用這個物件用偌久？我看拍的，你摸無字嚟講，成個我係摸咧字啊。I think 我係用挪鬼節咯。你無係隻字嘛？你款？你有那一篤哦，唔知我度嘅啦，我看我試嘅咯。你看我幾時試？唔是驚都試啦，就碌摸嘅啦，碌摸啊！一件3個字佢又冇摸嘢咯。哦，你講過啊嘛，你舊咪買年嘛？冇啊，冇，應該是冇啦，乜咯？你問羅女頭摸啦，羅女你 genetic 依 content 上面學你明話？嚇！依 content 我咪未曉。你 content 啊？多招款，阿卡小心啊！Paracetamol then. Thank you. Silica salicylate 個 logo 我唔知啦，呢字曲曲確。喲，你想係 hairspray 膠裡面嘅物件冇毒咩？係你本多。嗱，這個是我當 try 了嘅先嘅，這個較便宜。Rock your hair, bombshell big hair powder。bombshell 個啊？個依呢個金金嘅，或者正依個咧不靚嘅。這個較便宜，這個攞嚟差唔多上嘅，特別這個就20個 gram 冰嘅，這個10個 gram 呢。我愛冰嘅。這攞人是上一個 founder 來去做嘅，一間做 founder 咧走去一邊。哦。你看，我看到我準備嗱，你騎嘛？你摸到騎嘛？當今？誒，我用咗隻 hairspray 咗，阿娘。哦，我報嘅你用隻嚇，你深掃就一對 banana，你免 hairspray 本。你食嗱，一冷嗰種，你看到一冷。你看我頭毛呢管下，我冇係 hairspray 就係女嘅咯，係掉，你女嘅啦。我個愛，你一個 malleable 就依安尼。我個係 wax 嚇，用你 swatch 嘟wax 啦，如果係用 spray 㗎，真正係 spray，呢個係騎嘅，啊冇得嘅就係嗰度立嘅。係啦，你隻 moisture 就抌就立，流乾就立。我頭毛是油。你就邊算啱用？嗱，你看依隻 malleable，你看我係 hairstyle 嚇，用手做就嘢啊，係掉。你係做一邊。來做一旁啦，但我做一旁嘅呢手機。你變咗隻熒幕嗰隻。未驚人杜爛，咪看。就是咯。未驚人杜爛。啊，是咧係 spray 上次你 try 下。你我當劍了，我頭一時講就被吹你頭毛打了，佢係使喊。我當劍我是爭一出來切，by the time 我 ready 被做我頭毛是一淡薄半淡打啦，差唔多成個有。80% 打嚇，我都係本 A 本 OK，你有冇問吹位頭毛個 healthy？掉咯。所以你真係好，你頭毛騎個滾咯，嗰個滾咯。當今咪滾咯，當佢冇夠滾啊！當佢就滾咗咯。我冇，我做滾，我個滾就我就去樓推啊！大家 Petronas 係轉頭啊！等陣我做 Petronas 轉頭啊，兩個我半落餅。
阿婆，我这里 McDonald's Twin Tower，你 McDonald's Twin Tower 就會接背對面呢度啲。唔係啦，我喺小蛋。我咩？Hello，你嗱我喺邊度啊？誒，到今日頭毛咧，講話笑到你使去做 Wolverine 啊 ，Wolverine 做會掉呢啊！嗱，即另外隻豆一起未好事嘅真係。我先就去轉另外一邊。啊，你還是好辦皮扛毛最好轉了。嗱，去啊！嗱，內三厘啊 ，actually 第三厘個尋日你企阿豆咁樣企啊。想個係你 monster。你看一隻 moldable 咧，and then 我是講咩？就比一個女你知道，一部人係 hairspray 一擦嘛掉。hairspray แล้วรู้แต่สิชิวสาวอีไอสังอ่ะตัวนุ้ย对不对？對。แล้วองค์สิก็ชูหุ่นเจ็บเบว hair spray 攞即係涼ไม่涼一攝你做到攝啊嗬，你嚟先你攞住部洗頭毛啊，一般被攝嘅啦，一般被油嘅，人哋一掃油嘅。哦。啊，OK，一是香港人嘅 dry shampoo 你可能 feel after 你 spray 啊。特別部啦，一較攝，一部晒 dry shampoo 呢 light 啦，一部部喺邊，你幫到頭毛一成攝。你講下咩 shampoo？feel 成個垃圾乜呢？伊有當時 feel 到成個浪到啲，例如講你到啲車位，成個講你行出國鋪咧，是到啲車開窗啊，還是風直直吹啊嚇，你頭毛掉接頭粉咧攝，安尼可能感覺，特別伊白垃圾成個油嘅垃圾，伊是垃圾成個頭粉嘅垃圾。哇！可能用嗰邊層邊洗頭毛，佢係絕對唔使啊。我 actually 我當然我早起就揸車我冇掙到嘢嘛，所以這是我頭毛是from 張輝嘅咯。我你看講就是講你嘅頭毛吹條風，伊會散。伊會散，特別你隻手掃掃就，佢就斷斷去 shape 啊。所以我是講 natural 咯。啊，講 natural 啦。你看我當期，我講聽我頂到個我做咩想嘅？我用一個是轉我嘅毛卡，可以 volume 上毛卡，所以我你看開我頭毛一低起來，咱轉咧是吹風可以徛咧是我個下一個成個咧 pomade 你看物件成個 wax 呢，咧是我做 mold shape，แล้ว after shape 好咧是我個 spray 可以 set，我當今我今日用一個powder呢，我冇用個了物件我冇係 spray 本。哇！吸引你再做 Facebook person 咯。是啊啦，我嘅了辣冇咁樣套路嗬。了解這邊叫你放出來是下腳威脅人嘅，我 already 講個腳你嚟。係呢度嘅。Yes，你冇腳，那是冇腳你，個一刀話講是講你。講你冇好。講你冇好咧啊！我叫毛毛菇嚟講。嚟嚇，講我綠毛。講係我你波係嗱，我冇個了。特別我是把你個用個一個節嘅啦，所以綠毛變綠毛唔使噶啦嚇。你看你鐵路都係啊嘛。你一刀講嘅是可以起來。你若是講伊買互你係你嘅時，你叫毛毛菇落嚟講，你看我同佢用咗毛毛嘅了。可以綠咧。啊，綠咧。但係唔係香港嘅冇好啦，所以毛毛菇你講你咋？你這物件雖然做我徛可變無毛，特別都叫介歡喜呢。我頭殼特別 shining，我免用打嘟嘅。冇，我想講你講伊徛甲上擺徛甲啲甲管甲上擺伊毛卡本徛起來，個咱錄個咱徛個咱隻。幫炸。但係毛毛菇你講咩？你講啊？冇 hairspray。hairspray 係啦，講 hairspray。我叫下咩名啊？我另外一個名。哦 ，hairspray 學緊我叫咩啊？哎呦死！喂，二個定包是做salon嘅。哦。所以要一個名係真好叫嘅。等等，地都是。幫油。你幫有蝦米幫就未記啊？阿關呢？地圖幫。哦，即係轉地圖幫啊！你講。嚟，地圖幫嚟轉。哦。哎呀，你講下句 hairspray 啊！你就去查某頭毛店嘅啊！一個罐嘅二厘，又嘅大杯嘅大罐嘢，講係錯錯啊！嚇，大開要翻你啊！係啦。
กูปังให้เงินสิบิ用อะไรรอตู้ได้ไหมทำไมตุ๊ดรอตุ๊ ตู้ ด แล้ว รอตู้ โอ้นั่นชื่อเมียเลยฮอตกอกเพลรอตุ๊ดบาลูกิมเสกกว่าแน่หรอเกียร์เลยเกียดว่าต้องกินว่าจะกูจะว่าสัตว์用这 Q 都不用 hairspray 啊hairspray 只那些罐呢，龙金些罐呢。อาจารย์ว่าไอ้ปิงไงไอ้ปิงไงลูกทำเบี้ยครับเอง 有啦。ใช่ว่าจงจีว่าเซนรู้ไว้ address ปฏิว่าไอ้เอาบันนะโจรันตัวไอ้เอาบันแบบ阿无故意讲你头毛乱。你俾未掉我個碌架條你去看看俾掉。咪嘟有啦。哇！有，我看了。叫做 Pink 色嘅本路話 rock your hair，rock your hair bombshell。OK， 我家己看。冇路人唔是講路人一杯轉一個落一個起咩？我到底杯過時我掂佢啊，你掂可以啊，佢停啊！唔係四人邊啊，冇毛病。佢停啊，還是未過。佢而家背機先蹦降掉隻個盤度對。你不要去背機頂到背機頂嘅袋咧，就會閃落去嘅，都搞笑。誒，冇上背機。你啷個個係咪物件即係做頭毛嘅時 process 用係咪物件啷個？我要載一件啊！我要載一個火車長頭毛安怎個？哇！你是火車，你係咪 KTM 啊？你火車你安怎個啊？你平時冇個，細拔起來呢？細打拔起來。你打嘅時你綁開內行啦，內行嗰時就拔起來啊。打那是講做工早吹去打了。我冇特別講咩，冇特別講啊。路架啊，你特別買抌啦，買抌白咯，去打洗清潔下，安尼款呢？我冇做咩 treatment 啊。你有成個你是留長頭毛較硬個，假如感覺較硬個啊是，係咪就會？較硬個是 because 我咩？我出半段洗啦、石啦，你唔記得啦嘛？哦。然後幫拍球時哦，拍起型啊嘛，我哋就會使拍球嘛。嚇，未夾撈條邊啊！你看了？你係時期就撈起啊？我出學，如果我中學時學你 discipline 先至教佢嘛。嚇！你喺度講下，我把刀讀冊時出學了，我就俾撈，然後就出學撈到馬路。哇！我準備跟他去困呀。你冇嘅，超級超去困。冇嘅，你頭毛去拔，你是邊時洗起來啊？你冇你叫佢邊一掃地係飄地邊。你啦，別人我俾佢即係冇白亂執做你頭毛。我讀兼個極閃少呀，我頭毛實等呀，有個呢紮咗。嚇！賣校鏈啊，不過讀兼上面就我感覺啲我了個字點寫，你話切頭毛打。一切打啦，就叫怪嘅，出去拆嘢可以買去邊啊，去騎碰咁冇咯。嚇估我特登寫波打嘅時啊，真係硬嘅啊，頭毛嘅波啦切咗然後打咧就爽。嗱，想毛毛菇。我寫頭毛時時地我 enjoy。嚟講你個 process 我聽。哎呦，你 process 講個咩仔？不要緊講，好你講。別當去小紅機仔咪亂。極閃啊！極閃。你小紅機都係講你 process 啊？毛毛菇咧，你 process 咧？我冇啦，咪梅話啦，結果定到時有毛事。冇機會啊！掉可能噴棒油แล้วมันก็ทันเสร็จแกลอย棒油啊，格格。我教你講啦，咪講路講論就四頭毛你嘛咯。按照講你嘛，按照四頭毛嚇。你講個你等陣個你嘛就是格格。哇！這個好了，這個有影是我點啊去找迄個 product， 當今用乜隻嚇？你咪四字講好事啊？David 嘟 ，alphabet 嘟 ，OK，係咪嘟 ？David 嘟，嚇？
Hả? Tụt dog. Tụt dog. Tụt dog à? Tụt dog. Tụt dos à? Ha. Đó là tụt Dolph là. Oh, tụt dog. Chưa. Chả chiao ấy. David tụt. Hay biết tụt. Hay biết Tụt tụt. Dolph. Tụt dog là. Tụt. David Tooth. Baby tụt à? David Tooth. Oh. David Tooth. David tụt à? À. David tụt là tụi bay con tụt dog. David thì nói xem thì tụt. Tụt đó唔是出彭主嘅咩？出換機啦，換機冇。要出哦，你寫頭，你做咩？你寫頭毛一出煙，你考慮冇？嚇喺邊嚟？一出紅機啦，你寫你頭毛寫時出煙，落啲你頭嘅煙出嚟。你係kopi flavor 嘅。Coffee flavor。誒，我咪變個 coffee flavor，chocolate 冇啊，全部嘅。啊，coconut，coconut。啊！誒，點解我咪可能學過啊？我點解去做頭毛嘅時，伊嘅咧，伊一長款嘅線款嘅 gel 咋，伊 gel 是叫做 dry 嘅 gel 咋，伊是一粒，你看啊，你特別佢攪水一做係淡咧個嚟做 gel 呢，咪是鮮嘅，咪是香。啷把？唔係。我細漢嘅時是買得嘟嘅啦，我第一個買得嘟。買得嘟嘅味嗬，伊想有淡薄 alcohol 嘅味，可能。alcohol 味叫人頭皮試試咯。啊，我是搞。臭酸。哦，點是係 alcohol 那個係成毛咩嚇？我聽講。誒，嗰種嗰種，咦我啊，嗰隻咩？嗰乜嘢啊？嗰隻票嗰乜嘢啊？嗰嘟。哦，嗰嘟對。係咪嗰啊？嘟乜嘢？嘟蛋。嘟乜？嘟蛋嚇。我嗰隻比較俾個人講嘟蛋你告訴，以前關係個嘟蛋特別冇關係個頭毛係我媽告訴，我媽就趣味就我媽，我鬧我不對就想我媽。伊成日講伊物件上較我喺度參起來講嘅啦。伊成日講伊講，你即個要去迄個火車頭去坐火車咧 RDM 啊明，伊講去 RDM。但我馬上，我馬下估計 political 把帶點 IBA 好啊，伊講 Hello 路 BMW 哦。BMX 啦，個 BMW。EAC aku badminton BM 2000 嘛，bata jiki bata tiap aku lalu BMW 我嘛只借咯，我點解我個讀 MIA 嘛 Malaysia Institute of Art 嘛，你睇 MIA 我嘛個叫 MIC 哦。你好笑哦！我咪你個單你告訴咧，就是我直接把我對來我真做，你話是真正是有買100 plus 嘛？伊講誒，成都我俾有個單嚟去啉。Oh gosh！ 我就是啊！哎呦，我嘛該趣味個單哦，你特別。個單是頭毛油啊？就是啦，伊參100 plus，伊是成個一個字參 number，但個單是一個字參 number，所以伊真正 close 嘛，一個10字100嘛嚇，正差冇字。伊直接就講你有成都個單去啉，我笑死。伊該坐咯，伊唔知我冇聽就話 me sorry 啊。Family secret 啊，但係而家講你㗎大。即係規家，即係我嘅厝人，隔得人知㗎了啦。我嘛真搞，當今我本來係咯，人肉能冇係本來係。我係 random number 位啦，我唔是講我講唔對嘅，就我試下用屋啊。remove 加 from file 可能潮啊，計極時咪話 start for live 啊。咩數？
因為我嘅 school number 是103。哦，condom。哦，003啊，你 Trojan 003。我係103。哦。OK 啦，我古邦569啊。569什麼意思？果茶啊。哦。誒，我真係我頭嗰啲。你邊嘅人掛字掛㗎啦，隔兩號頭揾掉㗎。我係只聽講係一杯係我一本嘅你紅公字嘅冊。我都唔知古邦人講嘅，我都唔知，我播嚟冇冇特特人知嘛，569。哎呀，我都是唔知，我都擺我 private 播嚟邊咧嘛。哦。我是跳舞嘛，然後我就。我那個又變咗569，我特登啲潮啊，唔知啦，特登叫掛茶。Tapi kau buat negai, asal si Cantonese lah, lu tengah school number si kau lah cik tu tua tiao. Habis suka lah. 967。967什麼意思？我不要聽。667啦。667什麼意思？我唔知啊。667唔是七處啊？7處啊！667什麼意思？人講叫我叫咩？冇人知啊！人個潮。或者機講。67萬搞你條棍啦，搞你67啦。拍超情，切頭林拍，切頭林椒。哦。要啊，做到暑假。我未啊，特特諗是暑假。咱時人看嘛，咱是講開嚟講啦，仲冇暑假，你講冇暑假咩？暑假。可能係真咪真嘅。At least 嗰個掛茶 number 冇特特人知嘛，那所以都係我俾試過時。嚇，我俾試有咯，我係朋友叫我係一個朋友是伊個 school number 是我俾試咯。啊，對嘛，嗰個慘個俾是特冷制呢個。我係個唔知我人嗰度制喎，我感覺嚟舊樣見啦，嗰度制特冷叫呀。你唔對，等冇讀車嘅，等是可以嘅掛字嘅啊，你是啊。如果去會唔會辦嘅事？嗱，你應該complain，你應該complain 嗰啲老師嗰啲校長嘛。你 complain 是在每日你講嘢 school number 出來是在幾年？你每日出去學人係辦嗰啲是講字嘅。我計日729。729什麼？729什麼唔知喎？裝制啊！729我唔知喎，我冇啲尺個。看咩 K.L. 我都冇啲尺個。呢幾個 app 咩哦？app 咩？冇，佢到咗我嘅咧，我去搬住啊！但我去幫住咧，唔加長珠一隻鴨。729上面，等我吹佢。哎呀！729，安怎吹？我攞俾天龜啊 ！Number Chinese 撲機架啦，落海。729是一粒 music 係大聲啊！冇，我看掉，我都會。729，吹未掉。729係咩？唔知。咱係吹多多啊，上面安怎吹？幾吹多北江。多北江啊！729 history。走普羅呢？唔係走普羅啦，邊嚟？冇話吹冇。我冇過你車我吹掉個咁講。你睇我寫咩字啊？我未曉，我冇咩寫字。誒，成個我不過佢有 app 嘅嘞，有 app 嘅 iPhone 嘅 app，好用哦。但係字咧彈掉吹掉嘅字咧，是你直頭彈就佢睇顯示到啲背包出來咧，看我頭背。誒，John 塔色本是水 product 哦。塔色係掉水。掉香。我塔色我海龜人就愛去加他嘛。我知，我聽過啊，你講嘅。你話再講下。可憐伊垃圾嘅頭毛，แล้ว我解射
射那個計轉那個就按照未好射嗰啲轉就簽，上家一頭毛交住佢，規機下交住佢那邊未出來，規機他射掉的那隻骨骼啊，你講 rhino 啊，你講，假啦都。啷不做 back 工佢嗰啲頭毛。如果第一屆唔是茶事咯，第一屆是係你吹紅蛋嘅啊，吹紅湯啊？係啊，吹啊！你講查某頭我等嘅啊，吹一佢嘅吸落去，哇解喎！係咪吸落去？你 suction 啊？哦，所以頭毛之前哈。哦。假字要。裡面假嘅。一個笑啫。攞嚟叫我定住先。你嗰個味嘅臭去大味。哦。特別啊，攞住人擺到嘅頭毛鬼。你話二咯，我phobia之類嘅嘢喎。哦，嘅頭毛啊，好啊，把住我對住買一粒好咯。我去頭毛店嗬，看到嘅頭毛啲嘅，嗰時啲 uncle 博得啊，以前嘅頭毛咧，啲頭毛夾落嚟啊，我成日看到嗰啲死曱甴啲嘅落嚟，看跳下微乎嘅喎。哦。嚇！我買一袋好攞頭都去倒好。買。好攞一袋阿崩倒。ICI 我叫我講去買，我講買。阿崩毛，特別抓咯，馬來西亞倒頭毛。哦。嗯。明顯嘛，當然 high tech 嗰度係紅事落去。冇啊，當今下樣是果臉嘅。人果臉嘅。都係紅事落去啊！你係紅事落去啊！人看到你時準備做啲人嘅頭殼你滾咧。唔，你特啲一個你頭毛直直背，你是無行，你無行，你頭毛直直背。係你 imagine 啫。哦，正是困嘅時頭毛背。呀，美國仲有特巴講到係你馬來西亞好用臉嘅先得。哈。係臉啊，個水呢，我個見嘅臉。去做啦。唔是就係剃掉啦，個係臉咩？我做啲。ลู成個ลู毛菇吧，成個ลูอันนี้看呢，把ลู係使去臉啊，真水啊！我哋講。真水啊！水啊！我就見臉。有攤水啊，水一節就好咧，有喎。冇攤水啊，水你頭啦。你去 YouTube 去看那個字呢？打閒啊，顧一禮拜。我喏，就是唔知本啊，臉啊，特別是我 YouTube 冇看過，你實實一個節你看成個事。特別都臉啊，一上到都本地個幾頭毛啊。你冇毛啦，個上面骨頭。冇毛啦。Excuse me。有啦，你有毛。哦，但係未 start 過，你啲講叫毛菇 start。一個毛噶嘛，我做呢個毛。我做呢都問你看會使哦，咱兩人是一個gang嘅 ，OK？冇人是講熟悉人，是咪講嘅咯？嗱，個有個啦，你學拗了啦。啊，做邊嚟講，安裝你 process 做頭毛事，寫出來，你用特別shampoo係點樣？冇用特別，係咪 shampoo 本係真係用 shampoo 呢啦？誒，我一種是個 shampoo 是100嘅，係啊。100嘅。阿維達，我一幫係少用 Tracer 嘟。哦 ，Tracer 嘟，烏啦啦，講過啩。係嘛？我講嘅嘛，唔是咩？誒，你講上邊先，你講唔掉嚇？冇啊，我冇講唔掉啊，我講我習慣嘅嘛，我講。有早啲馬來西亞就無看到即個票嘅，來到正為我才慢慢聽。有了當今我對馬來西亞是定估2年。啊，嘟，特別你有冇講你嘟嚇？這是嘟妹。有啦。treasure 嘟嘛，嘟妹啦。哦，你講 treasure，冇，唔是 treasure，是 treasure。treasure 嘟，烏啦啦！別講我想你講 treasure island 啊，但係你講嘅事。但係你講嘅事係 TRESOR 喲。TRE，冇 treasure 咩？是按照 spell 下 TRESSUE。等陣，我記咗。我未記啊，我這票，我點解記是咩 TRESOR 什麼？呢是 TRES 是大 capital letter。TRES 一 EMM。有 MME 嘛？
tres 伊成咧 resume 留低我一个一话，伊留低一话，一眼了的一，哈对，伊肯撇一撇去嘅。所以特到寫開頭毛就切打啦，就佢切打啦，就佢情話頭毛冇啦，切打啦，就佢情沙。sorry 姐啊，我因為小你上面嘅我做啲 sorry，嗰隻票真正有名啲90年代嘅時 ，Vida Satu。胖哦 ，sorry 一抽就。伊先至 original 嘅時，伊關注嘅係伊味上嘅是澳門嘅味嘅了。真正胖，嗰只貴。Vida Satu 是yang 聽到是伊廣告，哇，做人哋。伊廣告嘅，伊打波引導。伊個係記廣告啦，未記 product。對。แล้ว下就會講 just Vida Satu。無類用未起。น่ะ就做好頭毛冇切打แล้ว就佢情沙แล้ว嚇。情沙แล้ว就出來，我就用 white wax 咯 ，white wax 咧就係用一種真正定，一種真正黏，咦唔是黏啊，伊是咩？伊是香，伊是真結嘅。伊個袂使油嘅，但係油嚟講，頭毛是流嘅。喲，真係很多聲。唔是話。你吹紅毯啊？人架炒啊，喺嗰邊啊。裝就係架炒，我滷嘅會啊，多粒炒。入。OK，แล้วจะไปก็แล้วตัวว่าแต่用อะไร wax ว่า用 wax 做好สีว่า shape แล้วมัวอีแล้วก็用ว่า hair spray ประมาณเที่ยวก็ว่ามัวอีแล้วก็落估咧做頭我จัง嗰個換衫嗰個ว่า做頭毛個จัง出來就係抹面好สี啊แล้ว佢換衫แล้ว出來做頭毛啦你過程你規整你規你那邊嘅แล้ว我都係用下個一點整個嘅，有時係用大個一點整，嚇個好事。真係講會超食氣啊！真係講。我就是依家怎麼冇同別有？哎呦，我同你講我咁解我介紹時候咯，我冇做過呢節物件，我講切成股打反正啊，我都用一點整啊，到底一點整再用我都冇明白。攞個幾百隻㗎？係咪講？你是吹你特條毛來擼？冇啦，你脱上這是你洗脱家裡脱指甲脱卡底脱，特晒啲洗嘅啦數。攞隻有半啊，一行做嘅。有啊。แล้ว慢慢攞嘅。或者咱講長 A 是另外一特別我寫起來。process 啊。或者我寫起來長 A 嘅 process 掉。好啦，即係講啦，你講。OK。你講就係我講個年紀隔咗你，冇面想嘅。係咪嘅？我講過啊，長 A。Yes，你講過啊。哦，我結果講過一道，長 A 第二出。我講啊，長 A 2.0，你用 shampoo 啊，讓讓接或者嚟用，話用話久嘅，有人用家規身軀破個了啦，但。我冇用嘅，actually 啊，我同你講啊，若是講你唔用這個粉呢，係頭毛嘅粉呢，你用 shampoo 嘅時，伊冇咩出配啊。chemical reaction。我冇明白，我唔知點解伊是安尼款啦。特別伊個唔是油喎，特別你洗時伊冇咩出配，特別我有可能是用你head and shoulder。咁貓嘅嚇。特別你洗時候伊冇咩出配。特別我 feel 到比較緊嘅，你洗要緊是一部油呢嚇，一部油我就 OK 啦。我長走啊嚇，你頭毛個 healthy 嘅時，你洗啊，你一部油特熱嚇，一大大門嘅 healthy。所以你免講係問嘢係全部俾係出配就對啦 ，advice 明白我做邊？你話冇教我個 aggregate 你慢慢你個其他咩嘛唔是啊？你 aggregate 不對啦，是講個你經驗。OK，แล้วไปสิวซ้อนไปจ้าตัวรับเท้าหรือ用咩แชมพู漂我懂佢嘛我用我出來用 head and shoulder 啦，特別我冇咩用shampoo。你用沙本還是直頭用水洗呢？我攞 maintenance 嘛，所以我 GI 卡咯。頭毛隻底數 ，OK。
哦，頭毛只啲，你毛毛菇咧，當佢攞用上布還是頭用沙本嘅？有啦，用 shampoo 本啦。我頭頂冇，阿妹燒個有嘛。我好像我想到隻上布廣告啊，講緊正到傻啊！我係叫隻上布，我未記係咪漂啊？特別一上布係，伊是一啲香誒，伊個大香咧是一倒上布落去，咧是一作嘅是一未加拎去。嚇？有咩？有喎，是啊，小未掉落我唔能知。伊廣告成日可能伊廣告是。有，實在是有。哈，路差唔多成日叫伊隻波，你看伊件一條，伊作者，伊散個咧，你伊件另外一個條，你是一倒上布落去高者，咧是伊作是伊被破。啊，有啊，還沒漂啊！有，皮記還沒漂。你怎麼變咧？哈，伊是shampoo還是洗面？這個是shampoo啊，我記。誒，ça c'est洗面嘅咧，做些嘟嘅咧。還沒是洗嘟啊？啊，唔是啦，洗面嘅咩？應該是洗頭毛嘅，成個是。你別，誒，攞去地毛嘟咯。嚇？地毛嘟，耶！唔使什麼搭卡車呀，Daisy 嘅。我只小地毛嘟嚟啊！我聽到是，因為隻廣告是特別一花花。誒，sorry，嘟得咪？哦，地毛嘟是嘟嘟的。哦，OK， 曉得，OK。食香本咧，食香本。一掛是地多嘟，地毛嘟，地what 毛 happened 嘟。to all this brand 啊？多嘅了是啊。是啊，有啦，地毛嘟個有個。係咩？地毛特別唔知咪你燒佢哋冇啦。冇嘢，未試過咧。嗰一個沙本個，我大陸用過。我個仔一種叫做仔嘟。啊，對。哦，這是雲奶。啊 ，olive。啊，冇白嗰一個字呢，沙本嚟，唔識嘅 Z 嘅頭嘅，後尾一個 D。哦，我知 ，dust。真係胖嘅喎，喺你沙本都死。哦 ，zest 誒冇半呀嚇，一個。冇魚 lemon 呢 Yes，冇魚半呀，啊，我同你講，我是攞佢頭殼皮夠出油，還是面夠出油嘅啊？佢俾三粒嘅。哇，這個是嚇，高啊！發條膠，發條辣。我頭毛只油。哇哈，你家三粒就叫要半咧，一個 flavour 就係嗰時餓食嘅嘛，啲餓夾面嘅硬嘅嘛哟。一十碗青色嘅嘛，一隻 chlorophyll 嘅。我想講，冇 friend，我想你講突然冇成嘅，一辣個辣切，辣白，辣膠，我有辣膠啊！你頭毛單俾我辣膠。一隻車冇得呢。冇毛病，你真係即沙本滴到。conditioner 咧用辣膠啦。冇病，即沙本嗬，冇病，即沙本滴到有學膠贈益嘅咧。佢要 medicated 嘅嘛，要鼻嘅嘛，所以咧啦。呀，伊是 chlorophyll 嚟呀，特別呀，伊啊，你用啊，哇，你頭毛托甲佢滾轉打冇出油啊，你面都冇出油隻股啊。我唔知上面啊，我隨看。有啊，當然個有啊。有味個。啦，唔是鬼啊！啦是鬼誒devil 誒，shampoo 誒。狗啦，是狗是啦。唔知我 dyslexic 嘅，我咧睇到好啦是點樣嚟講嚟？係啦，等我隨看。我是狗啊。狗啦。狗是 call police，OK？ 狗辣狗。辣膠。我俾試嘅。亂講啦嚇，繼續講話，我笑打。呀，OK 啦，我俾。所以咪辣，還是狗。我上未去，我隨冇掉。我吹啦，我吹啦，我全部 OK，因為咧實簡單嚟實笑蛋，今時啊，各位聽眾這禮拜咧，老緊咧話，老緊當幾點啊？一百多有啊，佢真有啊，冇啦，我俾學買即啊，我冇通困掉嘛，其他都六點幾名困咗啦，其實講半點鐘啊，去食物件咧。個其實講半點鐘咯，講緊搞，未啊點半鐘嘢啊？哇！嗱，早幾年 show 係我2點幾鐘啊個了 ，I think maybe 我就刮 last show 係刮2隻啦，做講馬講2，一個叫馬，另外一 show 個叫馬。馬一波。
629碼，620碼，佢是上岸。你未使係馬，這是咪啊？這 MA 這 MI 啊？嚇，這馬這咪哦嚇，OK，我叫佢媽咪嘅嘛，咪，我叫佢媽咪。好似你而家叫爸，我叫佢留意啊。你叫你媽留意啊？我叫佢留意咯。誒，我未記哦，但我未記每當叫嚟媽咪是actually是隻有見嘅。嚟當見講。咪咯嘛，咪。我叫佢留意，同是咪啦。你幾留意？驗證。你叫佢收留意啊？年啊，收年先叫佢咪啦。啊，佢又叫佢留意。留意啊，真係叫佢留意。真係叫佢留意水。แล้ว白人咧？都看驗證。我做邊下？看驗證。有當時叫咩？驗證好咧。驗證好啊，叫佢馬咯。冇好嘅事咧。冇咩好事就叫佢阿娘子啦、劉姨啦、小姨啦。小姨。阿娘子未歹嘛，阿娘子。阿娘子，哎呦！阿家公咧？一共10期啊！我會這裡他這我做邊？有。毛毛菇。心情好甲無好啊，有但是叫馬啦，然後有一個較過分的啊，亞妹是劇話嚟啊，叫個了，連名帶姓。我叫伊名個了。哦，叫伊名。連名帶姓本叫個了。白陣雞咧叫臭豆咩？哇！臭豆啊，你叫媽咪啊。แล้ว當時叫老母。老母哦。老母啲到咯，老母咧，我叫佢爸，我叫佢爸叫佢媽嘅事啊，就係講，你先講啊，我唔會喂爸喂媽啲到咯，當時做工啊，我對嚟我嚟講，你老母啲到咯，你會啲小弟啊？我唔會喂爸咯，先。你爸。你我媽會想嘅，多邊多啲我話你爸啲到咯。你爸，你自己爸自己啱啊。因為做咩事咯？伊叫伊喂媽叫喂爸，叫爸爸喂爸咯。一對人叫啦，對人。一對人叫了，伊個叫老爸咯，叫老爸。大粒頭咧叫你媽咩？媽咪叫阿莫啊？哦，阿莫細嘅時候叫阿莫啊。OK， 感謝阿家公對咪咕都冇講。哦嚇，但我叫咪，我想叫咪，叫媽咪。我冇娘啊，冇叫我冇娘啦。娘，你好。我媽咪係咪，哪裡？我是叫愛呢。OK。我是愛呢，我叫 Facebook 嘅時候 ，FaceTime 嘅時候咧，愛。冇假事 ，OK， 走，感謝各位聽眾先得，希望咱下個禮拜都在收聽，明天好嘅節目，講到我哋穿了早起7點啊，感謝下禮拜再見，各位大家，今日就是英國嘅位臭豆嘅後生白陣雞，แล้วก็即火車啦，แล้ว澳洲邊啦，แล้วก็布毛白啊，個炸貢啊，個毛毛菇啊，個大粒頭，個走曉，我哋人走曉，英國中。個中有講到咩頭毛，就是冇講到我頭毛。冇講，應該中冇。OK，拜拜拜。